歡迎翻到嚟占士邦睇樓團。新鴻基嘅Sierra C 2A 期啱啱出咗新嘅示範單位，咁今次一共提供4座，總共727個單位。咁單位由1房去到3房，咁單位嘅尺數由275尺去到835尺。咁關鍵日期係2026年嘅9月30號。嗱，咁新鴻基嘅用料呢，大家一定唔需要懷疑㗎啦，一定係質素係好好嘅。發展商通常會將最靚嘅景觀咧就放晒啲大單位喺嗰度嘅，咁但係今次就唔同啦，分佈得好平均嘅，每一種間隔咧，每一種 size 向內向外都有嘅。咁發展商今次一共開咗3個示範單位嘅，我哋而家一齊睇睇示範單位先啦。咁呢個樓盤嘅資料同埋360嗰啲咧，已經放咗喺下面嘅資料欄嗰度噶啦。咁想預約參觀示範單位嘅朋友咧，記得喺下面嘅連結可以揾到我嘅。咁中意呢條片咧，記得俾個 like 啦 ，subscribe 我哋個 channel 同埋分享俾其他朋友睇。咁我祝大家聖誕快樂同埋新年快樂。咁我哋喺2026見啦，拜拜。